家人是来到花莲，应该最算是到中国沿乡来到台湾的第二摆的移民。韩国嘞，睇咗80-90年前来到花莲的客家人啊，唔係因為咁樣人講啊，係台灣最美麗的搶奶嘅那年人哦。早期嘅花蓮嘅客家人來到花蓮，大部分因為含有當多蠻開墾嘅土地。到歷史，因為愛拜訪花蓮千有名嘅詩人曾日松，來看點樣乜人從這個農家嘅肢體啊，變到為花蓮的土地寫詩作文嘅文學家。用引起资生堂翕相，用引起写诗、画图，用引起看山、看海、看云、看山，用引起看飞机、归喜归乐，翕相青岛嘅事情，用人乜界都冇爱想，总呢想将所有嘅烦恼得本大海。我哋下來到花蓮嘅七星潭，七星潭喺花蓮，你講下最正嘅位所啦。而係超群有請到學生嘅啦，就講花蓮嘅人啊，當下來到散步啊，非常浪漫嘅位所。睇下來到看你咋，你講係後生人講嚟咋，從右手邊嚟行嘅位所啊，最看到東江嘅海。嘅海船嚇，嘅色字啊，咩東江，前後嘅做啲寫詩嘅詩人嘅場所啦。曾日松寫詩嘅名啊，早是到東台灣有名到西台灣來咧。同時啦，佢們係個熱心客家事務嘅文化工作者，用禮拜嘅拜訪和記錄，本安尼就機會。接觸到這個鄉土詩人時下嘅身份。起來拜100啦，100哈，係啊，好，加油。當長呢，標準呢，就是唔講，應該唔用不？冇老講，冇老講。應該唔用不？你來講來講下。講你客家話，老講談嘅。啊，你來講。時間幾多？你來講愛乜嘅？你叫啊，是不選橋？用茶對客家每個談話地度啊，你發現曾日松所感覺到嘅無奈和擔憂。講下先。所以冇啱嘅冇必要，唔會保存啊。點解本安尼都嘅想啊？係唔係認為啊，佢創作了36年嘅國語文學作品，佢聽一路創作嘅創新，變到客家詩之後啊，對客家語言嘅流失嘅受利嗬。35年前嘅時間呢，我就感覺到，嗰種是不管是原住民也好咧，韓國人客家也好，cham嘅，有不我講呢，有文史方面咧，也有音樂方面出現，你感覺到有因可以是咁樣做，因可以是你呼籲講，有一種嘅東西你係咪冇做先，你會強慢，東西呢，總係從嘅幾條山過，總係寫這個幾條呢民謠，有咩辦法啊？所以呢，那就可以是轉化變裂下。曾日松到花蓮最南邊嘅富里鄉出世，因為到花蓮十分特殊嘅時節啦，佢寫文章到報紙檔嗰邊登出來，受到當地嘅鼓勵，所以咧佢行入文學創作嘅世界。
写诗对我来讲啊，是下好表态。时间哦，虽然讲还短啦，但是呢，写诗是非常的精炼，精炼。嘅文字呢，比个散文呢有下难度。人生啊，人生嘛，哎呀，所以哦，念了讲的东西哦，哎，也唔是钱啊，唔是本钱啊，哎呀，啊，成法啊，成法呢，出艺术啊。所以你来回变的先呢，你来吼，你等强调，你是到改变的时间啦，哎，袂感觉到哎有冇空调，哎，下就头来的先呢，有冇空调，你啊，你可能两回咯，下就头来可能先呢，个色啊，有冇空调，所以呢，这种的身份经验的问题，所以这种的写作要写作，看一个想象力嘅生活经验，心情嘅内涵到台之间结合起来，用般来表达，也所以做一个写作嘅人，画家、音乐家，最起码嘅一种嘅素养要条件。此类一堆细细嘅石头啊，都做一本张玉强有暗度嘅感受。这个诗人的感觉，应该老师扮演默默嘅冲撞。而当好啊，老师嘅生活态度，当优秀嘅心情，转化变到文学性嘅意念。这种事有冇抢起来天台呢？实际上，叶先生相当有名呢。佢本身除了做欣赏以外，佢对客家史、客家文化，还有佢对散文啦，对一些写作，佢有当有嘅研究。咁嘛，我抢佢来天台有名嘅人大部分天台就会抢啊。一般来讲可以写客家嘅东西嘅人也冇多。牛泡草，熊娃爸。台鼓听了当快爬发，台鼓我们总是个总太弄来分开啦。你迄张玉强所写嘅一首客家嘅童谣，上到聪明，要当电影写嘅阿天姑啊，迄张玉强嘅爱孙啊，要迄期退休之后啊，佢两公婆你系最重要嘅工作土生人啊。来，哦，阿爸是谢谢哥，阿婆，还有新梦英，安怪啊，地阿公啊，别嘛，该嘛来，该嘛来，唔美丽啊，人家脸谱啊，那个才是茶红。壮观，还是咯，哦，阿爸是红毛，爸是红毛，还是咯，好，我记，可能你记好吗？你本好吗？不要。拜托啦。我吃还会再吐出来，我不爱吃。你摆还是摆？因为我不爱吃。拜托啦。不好吃啦。没有是，我去放好去，你管了。好吃一点的。哎呀，谢谢啊，动火去了。好吃吗？我慢慢吃。慢慢吃。很强了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唔伫迄个当下生人呢，在认为安嘅当日啊，老家爱顺穷下了，使得佢创作嘅童谣啊，深得生人嘅心。同时写作嘅时呢，还要将你嘅心情，按到飞到转到50年前，转到你嘅童年嘅时节啦，爱通心为民，这样做。你要做的写作嗰种时间，将做的上喜种种嘅情怀，情角度投入一种嘅情景。
真正，迄讲一般的时呢，冇那种的生法经验的时间呢，就会一下会进入个世界经济中了，真正。所以我有咁嘅经验，我有咁嘅经过，所以我下起来讲比较加强成熟。有个诗人阿公啊，阿田谷说得从小是得到文学的环境，应该是本当好写作人梦想都唔得到的哈。是单单细细安泰的阿田谷啊，应该系冇办法体会到爱的感情。可能等到佢睇之后啊，我再发现自己有个专门为自己写同类的阿公，你系件幸福的事情。咱们唱嘅客家新诗，词语有时就口语化，加上啊也押韵啊，当适合做歌词。许多朋友你听到佢嘅新作品，另日啦，咱们从特别突然去拜访长期来合作嘅一个作曲家。30首，这个题唱11，合唱19，加起来30。其中的最后的时候。完毕的时候，哎，还阳的法脸，对，刚好，哎，还阳的法脸，有怎么念？来，右叶好，有发香，哇，这个太难了。吹发可给姊妹香，哦，吹发可给吹发香起姊妹香。原本说清楚门他这个弹的，不过看到林土生先生屋下有钢琴，所以咧，因为想出去讲哈，弹钢琴唱歌本嚟弹，所以佢用啥咧？练习汉文发表嘅客家嘅歌谣，安经验嘛，本嚟他这个感觉非常嘅荣幸。万年有花三芬芳，有呀香，有呀香，有呀香，满处有花三芬芳，有呀香，有呀香，吹包可给姊妹香，有呀香，有呀香。万年有呀三芬芳，有呀香，有呀香，万年有呀香。林土生是花莲很有名嘅音乐嘅创作人，就係修习韓國創作原住民嘅音樂。雖然佢係河洛人，不過因為佢透露一個客家嘅本樣，所以佢對客家文化多少有了解。他真的是乡下人啊，就是
住在富里的东竹村，富里离开花莲市大概有100多公里，那么远，100多公里都要从台北算的话呢，已经不晓得超过几个县市了，是吧？那么乡下的地方，可是呢，他写出来的东西呢，就是非常的不一样。我对叶老师有一个看法，用一句话来说呢，他是出生在很平凡乡下的不平凡的客家诗人。林土生是张玉琼师范时期的学长，退休之后，佢两煞开始合作写客家歌儿，一个填词啊，一个作曲。看到佢两煞当快乐唱的歌，按人合作的关系，我想啊，应该非常的快乐。我们小时候，我是打赤脚上学的，叶老师他也是打赤脚上学的。我们没有书包，上学的时候，我们是用布呢包着那个书呢，背在这个背上。他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，所以生活的背景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。那么这样子一来呢，那么诗词的这个感受就是一写出来一看呢，这差不多不用再请教他你在描写什么呢？大概一念那个歌词呢，就有一个感受，就回忆到自己小时候的那个生活，是吧？对他的诗词呢，那个感受方面呢，就是跟一般只是买了他一本书啊，过叶老师的诗词的看一看、念一念，那感受是不一样，因为自己呢都经历过那一种生活。多久入乡，按人講，行到空氣度係望身體之前啊，硬是離開林土生的屋下，向呢張玉瓊的落屋行去。等你帶到一份當其他嘅心情，聽人張玉瓊去炒茶，去富里，去拜訪佢細時嘅心當嘅動作，一隻細細嘅微笑。佢講啊，張玉瓊就咁唔講啊。應該冇幾多人知啊！佢係讀書人嘅字啊，寫是係個挺窮苦嘅農家子弟。小木天啊，你做過冇福啊？你啊讀書先啊，20年前啊，你啊看來小木看來曉㗎啦，你啊現在幾多富田啊？冇幾多富啊？係咪你小木天啊？哎呦！我讀書中啊，38年小學畢業，應該38年小學畢業，38到42年，一3年當中，突然嘛兩個的，我呢個學家。第二條橋河係爬河，都睇水啊，有個橋啊搖來搖去，啱爬人過來都少。個對落去哦，白眼都冇咧，佢太講口氣啊，所以你嗰種是按你古商吼，那你要讀緊啊，很快，還有文史題都比較。他很關心，很關照我。哎，你好，老師很會照顧我。你有冇喊俾老師呢？以前人哋客家話老師，昨天啊，東竹國小，看到張玉瓊，我嘅同鄉啊，都茶檔打嘴鼓啊。你時常看到當年含8年書包啊，同學嘅張玉瓊，都茶檔攞同學當聽攞打嘴鼓嘅情形。
火车听到6年时嘅动作站那个乐团，跟你一群人啊下车，一步一步行向咱们场嘅落幕。售票。哎，不都好。唔记得要錢，唔記得去，唔記得去啊！我就這樣係啊，係啊，我就落虎去啦。今日來到東族，所以係頭擺族田哈，係讓一場是上街嘅頭擺家鄉。下車時啊，雖然是下車天啦，他這個行路裡嘅情況空空，落地到街路頭，那算街路。啲咩等於講係隻非常天然嘅一隻猥瑣，像老啲師傅比較差頭順啊，像唔到。幾講可唔可以停車猥瑣係咁嘅情況？泰國呢完全係依賴嘅鐵路嘅，所以所有嘅裝條環境冇錢財條啊，像行路像你行半兩鐘來，行半鐘來，假設裝條到兩路，10鐘落嚟來，到兩冇錯，所以。收下人คนไทย非常多。講到知名所，韓國有個兩派嘅鐵路局嘅人工嘅宿舍，所以佢帶嚟非常價值富嘅宿舍，加上貴派嘅人，韓國兩片呢，因為貴大的人不會就不用，所以一條小嘅街路昨天。信興、學校人同學校人裝，全部集中喺度做晒。你人見錢財真厲害啊！因為啊，你人做國母啊，全部受到呢個感染，太人這時落落亂亂，全部帶了個種條冇厲害啊，所以咁嗰度鬧嘅。到呢度已經差唔多快鐵嘅龍井，係個鐵路橋嘅宿舍，行咗嚟看到啊。頭擺去繁榮嘅歷史，我喺度想到咱們場嘅程度啊，應該會對人嘅情形、人嘅變化有啲複雜嘅感情。因為啊，基本上係一個當然啊，先到而離開家鄉嘅當地嘅東族村民之一。經過彎彎彎彎嘅田路，因來到咱們場嘅落幕，其實下人就講啊，其實佢當橋冇進來咧。你從嗰個未兩個，你未睇中係哦。同樣一樣啊。同樣係全部係同樣係，我們上改過，而家呢有咪全部係嘅木錯嘅。也未全部冇錯嘅，呢邊上前線嘅，前線啊，呢幫屋，幫屋，今年大那片啦。我部尾上次本區過後呢，我慢上嘅大倆，我爸呢本到倆講係，我是呢就上音樂，我是第一上音，來上門上音。你哪出世的？啊，你哪出世？我是兩位出世。正經哪裡出世啊？兩位出世。哦，你是台灣學家。讓你從來嘅家鄉。我是兩位出世。不要我冇嚟就拍哈。
有，有门派。拜得起嘞，就拜个东坡人那个木偶，差不多係用樹啊，用柄啊遐多。你等於講，你怕日本時代嗰種時是有安尼啊，搭起來安尼個，都時鋪清少啦。做東人來到呢度就變到東族人，非常有意思哈。做東曬就曬到族田，後面你比如說改名到東族啊，但是你怎個從死人來介紹，出社會上都嚟見，嚟見過。該呢片特別做乜事啊？屬豬嘅。哦，好，屬豬啊。屬豬嘅啊。誒，什麼屬豬嘅啊？該見啦。小妹嘅，小妹嘅豬欄。跳過人可能你병喺呢度，你係行翻。你扶起啊！你一見你病啊，熟把樓梯。啱樓梯大家就係。一片嗬，一片度係嘅。你講尖面手啊？你都架倉係咁咯，架倉啊。橋啊！你就係咯，你片咩係？你本來跳過병咧係按度嘛嘅，烘乾機啊，乾燥機係米啊嚇，估嘅煎米啦嚇，都係啊，陪俾周田啊，陪俾周啊，係呢邊生係我哋，係呢邊呢部等下歌啊，呢邊生，跳擺是係做嘅嚇，跳擺做嘅，等會牙線病，哦，哦，你羅山筒啊，對，羅山筒啊，女都係做嘅啦嚇，女都係做嘅係亮。係亮啊！牙線病，經常喺度都係重量係啊，跳擺。冇到牙線病，等會牙線病啊，冇到下邊病嘅。病嘅。談到張偉強，講到跳擺嘅情形，因為最多嘅表現力度感受到有細細嘅補欠，你咪到人嘅程度留下一隻疑問。80年前，啲竹東喺叫單跳特別細個啦。家阿爸有18歲啊。阿公同人阿爸來，阿爸同阿公來。哦，安尼啊？因為阿爸先來跳幾年要麼，啲後生啊家18歲阿公下攞啊，下攞呢度先來漂天啊，冇事做啊家，啊簽解啲萬年家，簽要隻叔公先過來，啊簽咗漂天啊，啊漂天漂好些咧，啊阿爸大阿公。然後阿叔喺度，大家露梯啊，阿爸掃梯啊，阿人大個都強過佢。跳擺嗰邊更插煙當苦啊，插煙當木更啊，跳木更山嘅嗬。阿保美機就攞到花蓮嚟食個木嘅，佢當木啊，當燒啊，啊當燒啊，食佢見下來就一味木嘅，是木嘅還是骨腰啊？跳擺急當啊5、6千斤嘅嗰條嘢，阿家煮嘅咪大4、5千斤啊！嗰個島因為本跳價差唔多嘅，運飯蝕條嘢，當然咪冚跳價係重樣啊！係啊，啊就要望喺更煙喺度要嘛嗬，啊人都補貼當年嘅，啊到又係報咩人要35房租啊，啱到咧報咩攞到咧特別提下好啊，福利啊提下好又冇地下落腳啊，又會落腳到啲啊，大到呢下。到呢隻磨傳堂嘅撞黑條，因為從喺露台入村莊，特別用設計種嘅苦里米，喺度搶菜，搶村莊嘅婦人落到下煮飯一些。呢隻糖椒啊，雖然係臨時煮嘅，不過咧是在當澎湃。咁每套比起專業嘅廚師啊，煮嘅菜啊，你食得都唔會差。
歌，到你传本海开始到东北嘅动作之后啊，村长夫人本嚟他是家，还有一只汉啊快乐嘅欢喜。我真的会紧张嘞，我会放肆嘞，不行嘞。你印尼到纪录工作地图，挺难得来闯山歌嘅画面。你这方面啊，本嚟有些嘅感通，呢种感通啊，并唔系讲佢闯嘅山歌有几好，但系啊，花莲后山里啊，本大家差唔多唔记得嘅客家西装条地图，而你发现到村民面对嗰种挺简单嘅淳朴感啊满足感。山的大那那，莫嫌的来苦难。60年前，当初一个细细的猥琐的农家人啊，其实并冇机会本生人做读书读几多的啦。不是当作人样地哦，让佢强做得读到师范毕业吧，完全呢系因为佢老太的宣传。我国小毕业噶，是按冇13岁我就开始钢铁啦，毕业啊。哎，嗰陣時你自己冇卡苦啊，冇去讀初中啊。哎喏，係啊，我人個有套。家記得太家我爸嘅兄弟嘅要麼喺老年啊，老年好多人做嘢，唔是人做嘢啊。啊，後面我畢業家，我爸嘅兄弟就分開嘛。我冇靠冇人做嘢啊，我要填嘅記得讀年按到初中，為考師範目教嘅家，考到一些記得讀啊，呢個講嘅做嘢。咁人個去讀書，冇盡量停少。要話去寒假咯，暑假要停少啊。時天國寶啊，就想下要慳到就盡量停少啊。你係擔任東族村村長嘅葉延新，喺上面從係天意嘅露台，叫新店東族嘅入屋嘅家業。從露台，咁樣是冇機會讀書啊。基本上心都唔難過。為難過，當天為難過，當天呢，
我从我懂嘛，我妹上上的咪会讲起的摩托手又从马啊爸讲，哎呦，总是按摩人来咯，用按摩人来咯，小朋友啊，我比较好嘅去进，明明按聪明会考得出就唔好去拖啦。你行人来丢都好啦，会让阿爸，阿妹会让阿爸，我都睇唔敢唔会。不管孔乙同一个咧用的名人啊，不会啊哈。哎呀，时尚是这样的啦，做鞋子做鞋啊。都按穷苦的撞下头啊！读书已经是一件当困难的事情。莫过讲哈，是个小小的农民。了解啊，目前养母给老太耕种的田，产权还属于人民穷。很多田顺当，人民穷可是让我讲起去学习的事情。第一百个事情，我是讲的啊，是第还有印象的些呢，就讲反对两个时间呢，4天做饭工。大家伫煲汤内安内饮酒作乐，韩国人，你写个些，你有冇啲饮酒嘅东西？看人家做饭又做义工做饭工啊，4天要金白工，滚火要金白工，结束嘅时间要金白工，金白工嘅时候我打牙子，牙用嘅是感觉到真温馨。韩国人做生意，做嘛个用迄个细线的做生意咯，哇，真行嘅咯，用迄亲戚咯家族定係攀山人家喺過嚟家族，你看搞些妹和搞些條假妹就係咯，瓷器辦那樣那個辦金那出哦，非常好，所以那個當好搞嘅生意呢。老日末嘅日服，可能是像西安講。老屋地度除了米感情外，還有60年來嘅生活嘅選擇。你體驗到日服嘅歷史，你感染到人民窮嘅私人嘅感情。有一摆运动会的时阵呢，佢带来都是运动会，嗰陣時還係日本時代，所以呢運動會嘅時陣呢，有一個節目呢就講三台子孫啊，嚟接力比賽咯，冇有得名嘅呢，有獎品有獎鋪嘅有鋪嘅啦，有其他玩具和就係，還有水果啊都有送，但是呢，我冇得名，時呢，我會難過，我會叫阿公呢就我想講，佢呢就係老平人本意嘅一隻金嘅，之間呢，能夠嘅你哋攤販佢啲話賣金嘅地方，係賣一份半係兩用題，嚟彌補佢用將係受體嘅難過，佢看到皮沙士，冇阿公看到自家孫嘅冇先，佢呢是賣半嘅小事。就從呢一點呢，我就感覺到阿公喺2年當中，兩條短短嘅一條路，有本來嘅感情，即係根本應該叫4年2條路，長達千倍嘅長，所以那個4年可以講非常嘅創人對阿爸。阿妹嘅感恩，對阿公嘅該東西，本來留下來嘅4年，我嗰種感情，可以講歲月嘅腳跡，無法度
对张文琼留下来嘅目击啊，可能因为那本烟没收紧啊，还係佢逼。呢個到農家出身嘅詩人啊，這個多愁善感啊，真嘅你想象唔得到。可能啊，本期佢逼啊，讓做得那個內心嘅心情啊平復下來。火車到張月松嘅禾田嘅後背啊，來來去去，安江嘅風景啊，為人嘅記錄嘅工作留下一張當江嘅見證。非常非常的感恩的做一個，我要讀到書，老太冇讀到書，我係現在在提家、公家、忙搬家嘅時間，我要聽到啊，做北鄉嚟了，有機會我做個進修讀書，但是我搬家過呢，十分嘅艱苦，阿爸人行遠路，所以呢，我喺讀書過後，老太上嚟讀書嘅時間呢，就冇機會。所以我今日要學讀嘅念書，我話感恩，我要讀到老太多嘛，冇讀書，所以呢，今日我寫一點嘅文章，我寫一條詩文，我對教呢非常嘅感恩，冇記我都冇嚟到，所以我寫。在寫客家詩，在寫文學作品當中，盡多為家鄉寫童年，寫老人嘅事情、懷念嘅事情特別多。所以呢，對佢呢父母親嘅恩情，對故鄉嘅懷念呢，在所有嘅作品當中呢，佔非常大嘅比例。到呢隻記錄嘅過程度發現，張月松啊，幾張人嘅精神嘅狀態啊，都表到嘅創作嘅地度，甚至連思考啦、講話方式啦，都像寫文章。像人嚟佢不是，是想喺度生活寫篇文章，連佢講話嘅話啦，都得直接變到文字。雖然講啊，人哋一空談起來冇見順序啊，不過咧文字到時機啊。可能是張月松嘅生活嘅語言。張月松嘅詩，張月松嘅歌謠，張月松佢嘅文學，所以講嚇，識到佢呢隻我哋學教人啊，呢隻會所發起嘅。等於講啊，佢一到退休之後，開始寫文學之後啊，佢等於講佢。文學嘅源頭完全是佢家鄉啊！佢呢隻啲家鄉培養出嚟隻做先生嘅人，做先生了後，佢攞佢嘅文學嘅興趣培養起來啊！慢慢呢變到佢嘅人生嘅價值啊！到佢呢，佢開始攞文學都帶入客家文化啊！所以佢攞嘅客家文化誒東西啦，攞嘅文學結合，變到佢嘅人生嘅價值啦嚇！基本有機會來到佢屋下嘅家鄉。看到嘅家鄉係呢，非常重下頭嘅位數，因為人過嘅生活，所以把每行業嘗試度係呢過程啊，有部分人對嘅支持，我佢對嘅爸、嘅妹、嘅公嘅感情，像所以看到
传统的汉人哈，伊有一只当坚持的一只心啊，像迄今日看到一只非常热情的一件事情，一只故事。